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呢個係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6月23日嘅香港時間下晝5點。今日個市真係過山車咁刺激啦！朝早恒指低開約0.83%，得返23,335點。科技股仲慘啲，恒生科指插到5077點，跌約1.09%。點知下晝嚟個大反擊，港股通科技指數倒升1.37%咁誇張，連非銀金融板塊都跟住彈0.93%。成個市好似玩緊 V 型反轉，金融股同科技股下晝齊齊發力推高個市啊！講到板塊表現呢，非銀金融真係威水啦！山高控股00412爆升10.94%咁癲，眾安在線06060都升8.45%，搞到相關 ETF 升成1.43%咁多。科技股就睇住新能源車食糊，理想汽車02015價車標5.49%衝前頭，微創醫療00853同百濟神州06160分別升5.37%同6.18%。不過早排仲威嘅科網股就腳軟啲，阿里09988朝早插水跌0.81%，睇嚟市場仲擔心緊科技監管把刀幾時劈落嚟。點解個市咁癲？主要係政策同 IPO 兩把火燒旺個場。A 上市機制搞到香港 IPO 集資額爆升5倍有多，上半年已經袋咗140億美金做全球一哥，加埋內地金融政策三路夾擊，貨幣監管同資本市場齊放水，仲有中美份聯合聲明撐場，啲資金咪放心衝入嚟執平貨咯。不過都要提提大家，個市仲有幾粒暗瘡㗎，全球經濟仲係風雨飄搖，驚資金流唔入港股，科技股晨早跌到撲街，反映監管陰影未散，仲有消費股同能源股今日仲係死下，拖住恒指後腿。展望後市呢，個估值收復行情仲有得玩，但要睇實兩大關鍵：內地金融政策係咪真係落到地，同埋下個月聯儲局議息會唔會又放冷戰。短炒嘅話，非銀金融同生物科技呢啲政策受惠股應該仲有水位，科技股就要打醒12分精神啦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